心，确保来到上帝宝座前来祈祷。主啊，我满心感谢你，把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来到你的宝座前敬拜、服侍。主啊，你是听阮的祈祷的阿爸，你是阮身体软弱的时阵会照顾的爸爸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感受到你的疼，感受到你所做的一切。阮互阮祈祷，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第二个，为今仔日2堂的青少年主日礼拜，青少年的服侍，甲占卜师的讲道来祈祷。主啊，今仔日是阮青少年的主日，遮济青年有服侍，是美大的好代志。嘛是感谢你，互阮这青少年会当来服侍，会当来听主听人。主啊，阮嘛感谢你，互阮青少年来教会，会当服侍你是遮美好的代志。主啊，阮嘛感谢你，互阮青少年有气力，会当来你的上帝宝座前，你的教会来传你的福音，互需要的兄弟姊妹。阮靠阮祈祷，伫你的圣殿宝座前，咱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50年的各款的聚会会当顺利透过成，互阮这聚会，互兄弟姊妹有激励，互各只会里听主听良心来祈祷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福强教会已经50年啊。50年毋是一个数字尔，嘛是一个好代志。因为50年以来，上帝带伊的门徒来阮的教会来服侍你，是遮美好的代志。而且透过你的手，透过你的讲的话，引带要需要的人来教会来服侍你。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上帝怜悯，互伊得到完全的医治。你是我的伟大的阿爸，你是伟大的医生，医治人的身体病痛的时阵，会当投靠你名，会当讨你医治。特别属灵的帮助，我嘛感谢你。虽然阮白疼，阮软弱时阵，
即是请大家继续起立来学乐阮想病。主啊，你的疼是无比的大，无比的疼，无比的爱，在阮心中有遮侪温暖，在阮的心中。我心有伤痛过，要怎个行行？坐坐空房等到我会看到你的疼，注意听我做宝贝，唔茫放手我，予我永远在你面前，唔免搁着惊，注你的疼，透放我的心，安慰我。无论是要我行过也几看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主你的疼，引带我的路，予我平安了永远，坚持无变换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主你的疼。心有伤痛过，要怎个行行？坐坐困困等到我袂看
不免搁直行，注意的听，摸摸我的心，安慰我，无论是让我，看你我对我，怎么想你会当跳伞，注意的听，引带我的路，无予我，平安到永远，天气无变化，怎么想你会当跳伞，注意的听，注意的听，透过我的心，安慰我，无论是仰望，看天也归光，怎么想你会当跳伞，注意的听，引带我的路，无予我，平安到永远，天气无变化，怎么想你会当跳伞，注意的听。我的心安慰我，无论是让我看你也归我，怎么想你会当跳伞，注意的听，引带我的路，无予我，平安到永远，天气无变化，怎么想你会当跳伞，注意的听。你的听，透过我的心，安慰我，无论是仰望，看你也比我，怎么想你会当跳伞，注意的听，引带我的路，无予我，平安到永远，天气无变化，怎么想你会当跳伞，注意的听。无变化，怎么想你会当跳伞，注意的听。这是来唱新诗第二首《现在》。